全地就也发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将来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14首，圣诗214首。上帝的慈悲无穷无尽。请咱起立吟全首。徛伫，用主教示咱的，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大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老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必来到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各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的教徒启文，启文第6篇。启文第6篇，相似也是诗篇第16篇。我来启大家来引。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的神明的人，一定会加添痛苦。
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驶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这是我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面，我有永远的快乐。阿门。请咱大家压头，同心来祈祷。慈悲疼人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照你的像来创造阮人类，也伫创造世间的大生，定着伫基督内面，竞选阮真做你囝儿。你也知阮的堕落，阮的犯罪，也为了要救赎阮，照你的旨意，伫所安排的日子，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世间，为了要担当阮的罪，受了最的苦难。定死就是生灵，流出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佮对世人中各我，互既若信靠伊的人，通得到赦免，通称作义，佮赏赐阮有永远的活命。你的疼极大，你的恩典满满，阮深深感谢而落你。纵使阮有冤有罪恶的本性，紧做歹，并断行好，有做软弱甲过失。阮伫遮要诚心悔改认罪，求主你来赦免阮、怜悯阮，通过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伫基督内面来学习、顺服，直到完全。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帮助阮行伫你光的内面，遵探你的旨意，一世人来跟对你、服侍你。主啊，阮也要仰望你、倚靠你。互阮听你的心，若加天；对你的信仰，若坚固。阮知你是深深听阮，阮甘愿献上阮的一生，放下家己来跟对你，四围去传福音，来拯救人的灵魂，来归向你。求主你来感动阮，今仔是圣的主日，阮众兄弟姊妹为你伫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领受你对顶面来的教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所讲的话是神，是活命。你的话安定伫天里，直到永远。阮即时特别为了陈牧师来祈祷，恳求你圣神来充满伊，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来刺激阮人的心灵，引传阮明白真理，通遵守你的诫命，伫日常的生活中来实践阮所领受的真理。通照你所欢喜的旨意来行，有份伫上帝国起造。阮恳求圣神即时来引带阮，保守阮，互即个礼拜一切照程序来进行，对头甲落尾，拢会平安顺遂。当我要将即个圣杯完全交托你的圣手，求主你分别做圣，圣神充满阮在座每一位。即时我要奉耶稣基督对死搁活得胜的尊名。吩咐撒旦离开这个所在，袂会搅扰阮逐人的心思意念，互阮通专心致意领受你的真理。今仔日无来兄弟姊妹，阮来求你来帮助伊，无论是出外的，也是破灭倒伫城里，求你有缘来保守因、看顾因，甲因三角对立。愿主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天里。愿一切尊贵、权能甲荣光拢归乎你。平安归于阮每一个。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个来看上帝的话，记载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即时我来强读第1节到第10节。各恁平素对恁的过失、恁的罪过来死的。伊也捌互恁国我，是恁前
行伫伊中间，尊叹即世间风俗，甲空中掌权的君王，就是现今运行伫培力的人，迄个神。其中阮情也拢伫阮肉体需要咧行做，趁肉体甲心内意思，生成是做通生气的，亲像别人一样。总是上帝的怜悯真丰盛，为着伊疼痛咱的大仁爱，当咱对过失已经死的时，就互咱甲基督同活，面对恩典得到救，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同坐伫天里，佮对伊伫基督耶稣所享受咱的仁慈，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极富有。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神，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享受，毋是出自所行，免得人夸口。因为你是因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声备办的，要互咱来行伊。以上愿上帝祝福，见来听起的话，佮行的人。这时来赞美，咱要请圣歌队，因赞美的题目是和平惦伫恁，来请。
面正道牧师要讲的题目是文典、国外甲行好事，来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周报无印代讲，今仔日恁嘛毋免不时摇头看 PPT。今仔日的讲道嘛无长，总是需要咱用心、专心来听，然后通过听，运用咱的想象力来领受上帝要予咱的启示。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授予予阮。对宣调，对教读课英文，到圣歌对所唱的诗歌，到圣经，主上帝，这拢是你的恩怨讲话。求主上帝拍开阮的心门，互你的信心运行入来，是阮的内底。启示阮，守护阮亮光，或者信息加做阮性命的帮助。主上帝，求你的神运行，互阮听的甲讲的，平平得到利益甲帮助。阮安尼向你仰望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基督有应允，既然信伊的人，拢要得到国活，咱敢有信即个话？有阿门无？总是咱兼拢国活，咱大边人问讲：你国活未？爱问哦，一定爱问。你复活了没？你国活未？当一个人受洗，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洗浴了后，就开始进入一个国活的操练。这个国活，毋是发生一未来审判的时，是一咱受洗、告别咱的信仰了后，就开始来发动。用更较白话的讲法，就是讲，国活这件代志。是咱人要活伫世间的时，就要来开始甲完成的。总是这是要安怎讲？这是要安怎讲？咱肉体要搁活的，咱的肉体要搁好好的时，咱就要开始来经历搁活。各位兄弟，咱是活伫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兼无济济的代志甲物件，只带你引诱，只带你挑战，带你煽动，叫你爱拒绝上帝。兼是有济济代志，只挑战你对上帝的信心。兼是有济济试探，要带你引诱，叫你离开上帝。请问，当咱洗礼了后，咱兼完全脱离死亡啊？咱敢是要继续过一个得罪上帝的生活？咱敢有拒绝遐个败坏咱的代志？咱的歹习惯该一定改起来。咱敢有用心去对付家己的软弱？也是讲咱洗礼了后，继续享受伫死亡的中间，追求死亡，行往死亡。有真济时阵，咱进入这个世界。咱真正无迄个智慧会晓分辨，所以咱真济时阵嘛无分别。因为咱真少的仰望是你家，咱真少仰望是你家，咱真少孝顺迄个顶一是你家顶的耶稣，互咱什么款的启示？甚至咱来问咱家己，哪有耶是你家无？哪有也是你家无？是你家是一个失败、见效、互人拒绝的记号，总是点伫这个追求快速甲成功的世界。是你家永远毋是咱第一的选择。咱敬拜，
这位顶是你界顶的上帝。总是咱那时候并无军队伊的脚步，咱真像是一个人浮伫海面上，浮伫海面上，然后看到耶稣伫即个岸顶，耶稣伫岸顶将鱼捕好，伊咧听候咱收转去，甲伊做伙来啉食一遐三九杯。总是真侪时阵，咱收袂转去。咱看到耶稣，咱安那收，就是收袂转去迄个岸顶。有的人放弃，互迄个海涌愈扣愈外面；有的人无放弃，总是伊想过靠阮家己的气力，即用力落去游，收到一半无力嘛放弃。有的人惊吓、紧张，伊毋是收水，伊是拍喷。咱知影讲，一水也咧拍喷，会沉了安那，搁较紧。要脱离这个死亡的境界，进入这个国外的境界，是需要通过操练的。无需少年的时，常常靠阮家己体力好。若去到海边啊，我就爱落去游泳，然后收我这项。然后有一摆，我甲我的同学去到台南黄金海岸、黄金海岸，毋知你捌听过无？阮去遐佚佗，去遐捕肉，去遐拍球。因为热天人实在真热的，我甲几个同学就落水落去游泳，相共款，我就是往外海安那，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毋捌游偌久，我回头看，哎哟，啊头壳项我游的迄几个同学。啊，怎啊做因转去岸顶呢？吼，然后你安知我离岸顶偌远？差不多100公尺遐尔远。上好啊，安尼无爱插我嘛好通倒游转去。咱有游泳的人，咱都有一个习惯，咱都有习惯蹲一下涂骹，啊，甲往回头来游对无？啊，咱若是游泳池，咱敢会蹲一下游泳池边迄个壁。你有游泳过无啦？有啦吼，你拢有蹲迄个壁嘛对无？啊是习惯蹲迄个涂骹。啊好啊，离100公尺，我得蹲一下较大力的，才当游转去啊。然后我着量水，量好我的身躯离开水面，反正着足悬。为着安那？为着要往迄个涂骹蹲落较大力的嘛。我着量起来，然后着藏落去，然后着一直沉。一直沉，啊奇怪，涂骹会对打，我蹲袂着涂骹。然后我夜头小看起来，哦，我离水面差不多有1公尺，遐尔远吧。然后我的胸坎顶悬水吼是温的，胸坎下骹的水，互恁摇，冰的，毋是冷的，冰的。然后我游泳拢是水面对无，我冲落去到下骹，我发现讲下骹的水毋是落的尔，一片黑暗，是一片黑暗。我开始惊吓，我开始起紧张。然后头骨体力吼毋知走安倒去，开始骹软手软。来，咱有去海边游泳过的经验，互恁约。你要游出去外海较简单，还是对外海游转去岸顶较简单？游出去较简单吗？游出去你会拄着海涌安那，逐你拍啊，逐你送啊岸边对无？总是我甲你讲哦，你要游转去的时阵，原地拍至岸顶悬的海涌会安怎？会倒来倒送。感谢上帝，我有恢复冷静了。总是头我冲落去迄个，我有冲着水啊！你冲着游泳池的水，甲冲着海水迄无共。吼，规个片啊，敢哪有够生的？我恢复冷静，我开始心内祈祷，我互家己的身躯放互轻松，放互轻松，然后来调整家己的即个喘气。我无要甲即个海涌相冲突，我无爱去弄迄个海涌，
我那时候我有身躯放互轻松，去感受到迄个海水的流动。迄个海水流动，你通感受到讲，伊是带你杀，还是带你杀到进前。然后我就开始爱放轻松就放轻松，爱用力就用力。当海水一倒涌的时，我就小可唱水，迄个涌头过去了后，我身躯就起来。了后，你通感受到后壁有一个海水的力安那，带你杀，我就靠迄个力开始受。做动我的，我就放轻松，甲我后壁杀的，就安那开始顺迄个力开始受，就安尼慢慢啊受转去。当我受转去岸顶的时阵，我的同学看到我，甲我讲：啊你抹的防晒有美白效果呢，你较爱面白甲安尼。迄毋是我的防晒有美白效果啦，迄是我的面安那，面青面顺啦，面青面顺啦。我无来通开水，我就倒伫迄个岸顶沙滩，我只拍日，好好享受会当喘气、活地的感觉。咱人活伫一个充满希望，总是要稳定三随的一个状况下面，咱要挖靠稳定来脱离死亡，咱得爱明白这个稳定，学习伫这个稳定的内面来行动。要明白稳定，就亲像明白这个水性、水性，你明白水性相共款。咱知影讲，咱伫水内底。咱的身躯若愈放轻松的时，咱相信有这个自然的定律，咱的身躯就会安怎？浮起来。总是你若无相信这个有自然的定律，你紧张，然后安那身躯安尼肌肉硬邦邦的时阵，你会安怎？你会沉落去。所以，当咱人伫水内底的时阵，你爱相信这个自然的定律。然后你要受的时阵，你再顺迄个水性来受、来振动、来行动，安尼人才袂安怎沉落去。相款，伫稳定的内底，伫即个稳定的内底，咱爱放弃家己的主权，咱爱对上帝有信心，咱爱尊叹上帝的引带，安尼咱才袂沉沦。如果讲咱无相信上帝是引带，咱对上帝无信心，咱拢想要挖靠家己的气力来完成，也是去面对任何的状况代志的时，咱往往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喘袂过来。要爱一个人放弃家己的主权，就亲像爱一个打学游泳的人，你若讲。你伫水内底莫振动，你自然就会浮起来，相共款，遮尔困难。我咧讲一解哦，你要叫一个人放弃家己的主权，甲你叫一个打学游泳的人讲，你莫振动，你自然就浮起来，相共款，安那真困难。一个打学游泳的人，你也讲，你放手，你放手，你莫倒掠伫游泳池边啊，你莫倒换啊。你放手，你莫倒掠迄个游泳圈啊！你放手，你莫倒去掠遐会浮的物件啊！你放手嘛，你相信嘛，你会浮起来。你要叫一个无克服心内惊吓的人放手，敢有简单？小共款。你要叫一个对上帝无信心的人，叫伊放手，敢有简单？这拢需要学习，信心需要经过操练。不管是为着游泳，咱来熟悉这个水性，也是为着搁活这个操练，咱来明白这个稳定。这拢需要操练信心，操练顺服，操练知影讲伫上帝引带下面，什么时阵应该行动，什么时阵应该安静听候。
就亲像游泳相共款，来淋捌即个水性，咱游泳就修会好。我毋知影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安怎。上帝就亲像操练咱各我的即个游泳的教练相共款。总是当上帝叫咱放手的时，咱敢有放手？上帝讲你爱对我有信心，总是咱敢有相信上帝？咱敢有顺服？检采咱会讲，牧师，我从较早到现在，我都受了好势好势啊，我受了好势好势啊。只是有当时咱无要承认讲。咱挂游泳圈里游泳安尼尔，咱无要承认咱挂游泳圈里游泳，咱受了好势好势，但是姿势怪怪。啊，若有一天，迄个游泳圈是游泳池的中，叫破去漏风，你要安怎？你无迄个基本的知识，你无基本的迄个功夫，迄个互你掠条条的物件放弃的时。你要安怎？基督徒的基本功夫，读经、祈祷、灵修、安静来默想上帝的话语，就是即明白上帝的恩典，明白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对咱的救恩甲计划。咱必须要通过基本的功夫，才会当来了解讲，到底恩典是怎样一回事。咱才有法度倚靠即个恩典来过活，毋是倚靠家己来过活。总是我要讲的是，这毋是真简单会晓的代志。咱需要一摆倒一摆来操练，操练家己放弃家己的主权，操练互咱家己的灵性会当精英，会当晓悟，操练知影讲啥物时阵应该行动。啥物时阵应该安静来听候？一人游泳修袂好，敢是因为食过几解水，去互水砸着，就开始无要落水，对无？咱中间敢有晓袂晓游泳的？啊！你食水食几口，去互惊着了，你敢要倒落水？会惊嘛？会惊嘛？对无？有当时咱基督徒嘛是共款啊。咱无愿意经历过一摆倒一摆的失败、挫折、累积了后，继续倒来操练咱的信心甲顺服。无共款的是，惊水的人了不起，就莫落水游泳嘛，对无？总是咱基督徒敢有法度脱离这个死亡的世界。基督徒敢有法度脱离这个常常甲你引诱、甲你试探。互你惊往死亡的世界，咱若是无要操练信心，无操练顺服，无要操练顺探上帝的引带，咱只有沉沦一条路。总是咱若愿意学习操练伫上帝引带下面，咱就要互上帝来完成伊对咱的重新创造。这个国我的操练，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上帝伫咱的内面的新创造甲新的修饰。过去迄个旧的、做歹的、一灵性是死的，拢无法度来荣耀主上帝的名。总是国我的新生命，就是上帝伫咱身躯顶所完成的圣工。咱伫教会内底。咱拢会常常讲啊，为主做圣工，有无？咱敢捌讲过，为主做圣工嘛，对无？啊，咱本身是迄个至圣的吗？咱是迄个圣的吗？啊，咱开敢讲咱做的工是圣的？我们不是那个圣的，怎么做出来会是圣的呢？这句为主做圣工真正的意思是啥物？通过咱伫教会的服侍，通过这个团契的生活，
伫即个中间顺服，遵探上帝的旨意甲引带，互上帝伫咱的身躯顶来做工，互上帝重新来创造咱的人命。这将互做为主做圣工。意思是讲，毋是为上帝完成啥物，是互上帝伫咱的身躯顶来完成啥物。上帝对伊所拣选的人的计划是啥物？计划就是要操练伊、备办伊，通互伊去做好事。咱的中文的即个圣经讲啥？去行什么？行善，做善事嘛。啊，倒来头我所问的，我们是那个至善的吗？咱是迄个至善的吗？咱毋是迄个至善的，咱是要假讲咱做出来代志是善的。这就亲像杯仔相共款，一块太高的杯仔，你都安那倒清气的水入去，迄块杯仔的水敢通啉？敢通啉？啊，一块清气的杯仔，你若倒清气的水入去，迄杯水就安那会使啉啊嘛，对无？上帝工课是啥物？上帝工课就是要将这个太高的杯仔洗互安那，洗互清气，通好互伊的信心亲像水灌入咱的身躯顶的时，咱所发出来自然拢是至深至圣的。阿门。愿上帝的神就是信心，帮助咱，会当互咱常常去意识到，讲即个世界四周围有足侪充满死亡，引诱咱行往死亡的这个陷阱。嘛求信心操练咱，会当互咱亲像主耶稣相共款，放弃家己的主权，顺探主上帝的旨意，然后对上帝有信心。嘛操练咱，互咱的灵魂会当精英晓悟，知影是啥物时阵爱行动，啥物时阵应该爱安静听候。愿咱接受安尼的操练了后，咱会当常常顺服伫上帝的旨意内底，顺探上帝的感动甲引带，互咱的行踏，互咱的性命所讲所行，会当荣耀上帝，来利益伫众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这个国外的操练，就是你的信心伫听候阮，啥物时阵放手，你就听好来接手。总是在时阵，阮无愿意放手，阮无愿意放弃家己的主权，阮犹原将阮家己感觉骄傲的面饼掠掉掉。阮犹原用阮家己的方式伫过活。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受洗了后，真正愿意放手，互你的信心来接手，来操练阮一个国活的新生命。愿主上帝，你的神常常教阮三甲伫地。会当互阮伫操练信心的中间，阮有时会跋倒，有时会软志，会失望，会挫折，总是主上帝求你的神一直甲阮鼓励，一直甲阮安慰，甲阮扶持，无软志。互阮经历过一摆做一摆的操练了后，阮愈来愈有信心，愈知影伫你的恩典内底，安怎来行动。安怎来荣耀你的名？安怎来利益伫众人？愿主上帝，你的神常常安尼甲阮感动，常常安尼甲阮引带。愿安尼向你仰望交托，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继续来吟圣诗，荣光主的名。请咱来吟圣诗618首，咱着信靠上帝。
起咧吟全首。这是咱来奉献，请苏玉玲执事林富雄支出书来书献。大家起立，念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我来报告大声，请咱来读今仔日金句。今仔金句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这是我来读。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是对神，
这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想事。来，请。因为恁对恩典来得着救。那个更正一下。有改过吼。来，我搁读过吼。恁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是对神，这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想事。来读两摆。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是对神，这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想事。来再一遍。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是对神，这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想事。阿门。来，请掀开周报第一页，顶周的聚会情形，请咱兄弟姊妹大家来参考来看。本周的事奉甲下周的事奉，这人员请咱备心来参加这个事奉。周间的聚会第二页，周间的聚会请咱大家有要受造就的，咱来参加这个团契，甲这个英语班咱这教育部的课程有排列一只，咱若要当受造就的，毋茫踊跃来参加来受造就。请咱掀开周报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拜礼拜3，咱拜6个，请咱兄弟姊妹就近来参加来受造就。第4页，奉献的民事，咱兄弟姊妹家己来看，若有订单的所在，来向中心来提出见证。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咱的6月份的10月中日，长老是陈慧明长老，执事苏玉玲执事，甲林富祥执事。后礼拜1点，伫7控议会议室要召开后礼拜后半年度的事工协调会，甲6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甲各团契首长来出席参会。咱即时要来举行6月份的生日，6月份的生日这名单，我来读点了名，请你来台前来领受祝福。陈华山、萧朝璇、贾珍、黄吴美惠、庄玲荣、刘其鹏、叶瑞菊、简李娟秋、林秀锦、林明正、林芳玉、黄水晶、林漳州、林富祥、蔡如、朱美玲、陈慧文、萧素娥、张伯君、张以林、林厚昌、黄丽文、陈忠厚、李曼英、赖建义、陈胜时、陈伟山、廖凯勋、王乃馨、黄嘉怡、张富国、蔡梦荣、叶银君、蔡耀全、宋茂吉、王以林、王恩义、李匡婷、郑惠美、刘俊义、陈怡轩、陈敏柔、江怡慧、曾博玉、徐景乾、黄庭玉、蔡念子。我本来无读地名的吼，那你是6月份的生日嘛，请你来台前。还有无？我来唱生日快乐歌，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万寿会祝福恁。下面我来继续报告。后主日、后礼拜、后主日，咱要举行圣礼典。头一场有圣餐，第二场有圣餐加洗礼。请兄弟姊妹来备办心来参加。受洗名单：成人洗有尤祥林、白洁林、潘鹏恩、宋继堂。献圣礼是柯怡婷、柯宏斌、黄伟霆。信用个别是尤汪斌、陈美智为应该代表。后礼拜咱要颁发2019年下半年度的行事历，各团契小组的自汇表。教会消息，头一项是年度制的团契改选，请各团契会长安排时间，甲间选的长老来接触这个时间。咱伫8月底以前要改选完成，间选的长老敬请来省略。上联团契是陈祖德，夫妇团契林章洲，妇女团契是于志平，社青团契吴团兴，圣歌队是王浩杰，得胜者是陈建洲，道球社李文圭，敬拜赞美团是陈维明。第二项，圣经的会考，咱今年改过吼，咱就是免伫这礼拜中间来考试。有今仔日周报内面有夹这个60条啊，考试的会考的题目，且咱转去吼，家己写，才来对这个答案哦，看咱有错误无，咱来大家来互相勉励。第三项，6月初7拜五有5月节，办公室休困1日。第四项，6月初9。后礼拜日下午2点，伫4楼礼拜厅要来举行妈妈合唱团，甲社区的在艺班联合的成果发表会，请咱兄弟来踊跃参加来欣赏。第5项，咱教会因控护士训练，对个5月18到6月30，每拜六甲礼拜日拢有安排这个讲师，甲礼拜因控护士人员1对1的教学。训练，咱下面这个同工，请咱一定要来参加。陈敏柔、刘生祥、林宗义、范明燕、陈胜庭、王依礼、陈应璇、李正玉，请咱每一位服侍同工来备办心参加训练，特别嘛邀请优质的服侍教会礼拜因控曙光的兄弟姊妹来报名，请咱宋志堂干事来报。详细训练的时间表、甲训练的办法，请咱伫4楼的公告栏来参考。第6项，2019年夏季学校的报名，邀请咱家长来带咱厝内的小朋友来参加即摆营会。即摆营会时间是7月初3到7月初7。报名的时间，咱的名额预定是72位目前还无到50个，请咱大家吼。来带咱的囝儿，也是带咱厝边的小朋友来参加。咱的报名的年会是对这个新小学2年到这个新国中的，拢会当来参加。费用是500块，包含这个衫甲袍甲这个伙食若要报名去6楼来交钱若有任何问题来问这个营长甲副营长。第7项，若需要100公青年的风险名示，这会友，请你来办公室找财务干事立华姐来登记。明年为了要简化这申报综合所得税这个风险证明咱直接用这网络电脑连线，甲这国税局来连线若要申请的人请你伫6月30以前去财务干事遐写你的名，甲这个身份证号码，甲你户籍的住址来办理。告解消息：全国的妇女灵修会时间是6月27到29，地点是伫这个鹿港文创会馆，伫中华鹿港前店。费用是3500块。有要参加的人请你向这个刘文香会长，或者副会长朱美玲来报名。6月生3明仔载来实施。
其他消息，咱合作社伫后礼拜主日中昼12点至701会议室要召开合作社理干事会，请理干事来参加。以上，即是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朋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中间有第一届来到遮，甲咱各位敬拜上帝。直接要来介绍，这是蔡俊煌兄弟的爸爸妈妈，是对东港教会起来。蔡金正兄弟以及柯梅珠长老伫咱的中间，咱请伊起立，咱用拍鼓来大家欢迎。好，请坐。因为昨有来，当坐，昨有来因兜进行即个新厝的感恩礼拜啦，吼，所以爸爸妈妈就起来做伙参与。好，敢有牧师无介绍到，迄种外口交代无代你掠到，互你闪入来，无啦吼。好，迄种今仔日下暗也是明仔载吼，阮老母绝对会敲电话互是安那，伊拢会看我讲道的即个录影啦。我去海边游泳即件代志吼，毋捌来讲过，毋捌来讲过，所以伊绝对会甲我问讲，你啥物时阵去游泳安尼啦吼？不过我著活了好势到今嘛。热天人要到毋望咱会记得今仔日牧师直接分享，莫去海边啦，游泳池就好。一面游泳，一面去感受啥物会，或者是稳定的内底，直接来行动。咱大边人讲，你爱对主有信心。91首，391首，俄勒田顶主宰。上英刷请牧师来接导。请起立。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甲咱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下面唱歌。
咱第六角绿岛。请咱起立来行平安礼，互相请安。在点完了后，伫6楼来爱餐。